2026年生肖牛貴人當道，但暗藏危機。開運研究院師姐話你知，牛今年係先苦後甜翻新年，貴人超強嚟撐你，升職有望，桃花爆燈。尤其秋天後運勢一路飆升，但係小心健康容易出事，提防腸胃炎，小心飲食，小心跌傷撞傷，避免危險性運動，是非暗湧，仲有隱形嘅爛桃花。上半年穩住陣腳，唔好亂跳槽，唔好相信好容易就揾到快錢。下半年先至全力衝刺都未遲。開運必做，銀包放一個銅錢，東南方放風水用品同麒麟，有助人緣人脈，老闆同事客人都相處得好好。每日起身對鏡笑30秒，正能量招貴人自動揾上門。記住，穩中求進，2026就係你逆襲關鍵年。師姐師承風水玄學大師白學明。以上資料參考 www.fengshui.hk。